安尼你感觉像警察，敢有做一种警察咧？交通指挥啊，啊，搁有咧，抓歹人啥？抓歹人的吼。问路做派出所内底的警察，铁路的警察啦。对啊，有铁路的警察。安尼你敢有想要熟悉无共款的警察哈？有，我想要熟悉新的警察。哇，最想要熟悉警察人呢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自我前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。跟着阿公，找人上盖讲。紧招！阿高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先休一下，豆豆讲啦。我找着我未来的志愿啊啦！我要做警察。是安怎要做警察啦？我拄则咧看电视哦，有看到警察伫掠歹人呢。后来歹人伊就想要走哦，警察就安尼咻，啪，嘻哈，都甲迄歹人掠起来呢。哇，看起来足漂泊的呢，所以我后摆大汉嘛要做警察。安尼真好啊。对啊。毋过，是个安怎啊？拄阿嬷讲啊，伊讲警察足辛苦的呢，伊毋甘我去啦。做警察敢真正辛苦？哪像是咧？无，咱来去问专业的就好啊。行。找到啊！第一个线索敬辉，第二个线索比亚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民防组警察英灵，人拢叫伊 Michael 哥。Michael 哥做警察已经34年啊，以前做过派出所的所长、侦查队副队长，即马是民防组的组长，经验真多。伊讲一个警察体力爱好，唔惊危险，上重要的是品行好，做人正派。你好，我是金章。我是阿高。两位您好，今日来阮遮，恁有啥物代志吗？我想要做警察。做警察是要考试的呢。我想要考试呢。我嘛是咧。都发生什么代志啦？组长因要做警察，我是民农组组长啦，无带咧阮民农组阮各组行，甲你介绍一下，好无？哦，民防组。啥物是民防组？嘿。起来就知啊啦，我甲你介绍啦，阮民农组做侪业务的啦有迄个防空演习的，也有迄个灾难救助的。安尼我知啊。警察嘛要分工合作，有的警察啊用电脑找资料，有的警察去掠歹人，有的警察要处理交通的业务。原来警察不止一种尔行，好，停来，停车。莫躁动诶！你先莫搞我了啦，我知影唔对啊，我唔敢啦。知影唔对啊，讲唔紧动诶！我风那遮大啦！哔！风台边要来啊，这种危险，紧转去啦！登去！对啊！较细腻哦。迈克哥哥，这是倒位哈？这阮义务分局4楼的健身房，阿高你够注意。你来对伊遮好啦。哎呦，够够注意。所以讲，这是健身的所在。是，阮关键健身的所在。哇，我有看电视哦，有看到迄警察拢咧捉歹人呢，拢走足紧的呢。恁个体力敢拢爱真好哈？做警察当然你体力好，唔种捉歹人捉会到。好，我嘛体力好。咱来去，看倒一项开始。第一项抓石链。好，抓石链我会晓。金少你会使无啦？使啦，放心啦。一，再来2，来3、4，最后一个来。最后一个。5 ，OK，赶快扛嘞。
等下，哦，你做一组尔，啊，搁第二组的啦，嘿啊，啦。搁第二组啊，哦。我要简单的，来啦，好好好来，来第二组来，要有信心。来四二哦，加油来四一、二。两、三。来，一个，来两个，再用一个来，三个，来第四个，叫一个。OK， 看看来，四二 ，OK， 哦，袂歹。那会训练刚开始我就忝啊，Michael 哥先做第二项啦。好，吊单杠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！你那少年人嘞呢？金少，你敢有法度哈？哦，这个海科我上袂晓。啊，我嘛无法度呢，啊，无咱来走好无啊。咱来走。好啦，等下啦，记者，试看卖啊啦，你莫我对你有信心啦。这我真 OK 啦袂晓，OK 啦，我甲你指导一下。来，真的。金少，你较加油一点嘛好无？莫靠哥哥讲，这是因基本训练头一项尔呢，后壁还有武术训练哦。会使我会使。会忝未？喂，哈，阿狗你哪会忝啊？你拄仔拢咧发声尔。我够有海考呢，我有替你加油啊！你有外科尔，你都无做啥代志好无？好啦，莫搁吵，我坐来要学琴啦，我叫阮教官来，啊，甲咱指导，来，哎，教官你好。教官姓张啊，张教官张教官琴来拿手专家，哦，去哪做？来，好啦，阿狗。你囡仔人先我边仔的，啊，我要等要叫教官来示范啦，好，你先到先我边仔，好来，啊，我请阮教官来示范啦，好来教官来，后来咱琴若有做这种，啊，今日教你一种叫撑高式，撑高式。高就是德歌，德歌啦咱来吐德歌，做这个。吐德歌对，啊，来，咱来这嘿，示范，啊，麻烦你给我抓者，我不爱。你的手嘿，是抓的嘛，嘿，你啊。好，先给你控制掉的，嘿。好，把你的手当做德歌，你就做。这标准的，这标准的，抗跌的，这记得这我滴拍拍到倒，上去啊！叫人啊！平时手要拍三个，我拍5OK 啊。 OK 好赞啊，。毋过小朋友伫咧厝诶，唔好学白哦，这是爱专业的人伫边仔开这始。危险动作啦，危险做，这俩派人用的，俩派人用的对，今仔俩派人用的。你手伸出来。要不要叫我出来？我给你谢谢啦。我你手伸出来好了。谢谢你。好，多谢谢。谢多谢。哇，做警察真正无简单呢，爱体力，搁袂当惊危险。我今仔日学到遮尔济，转去应该足好困的。金少，你是你讲啥啦？还未结束啊？刷落来这项，那是我上期待的呢。看我的，哈，哈，哈。我别来。我袂来哦。哎，麦克哥啊，甲你教。好啊，无啊示范一步你看。拍拳是要安怎拍？安尼啦，好，来我指导你看来，枪手手。袂使存于故宫内底。哦。平时加枪是个说爱行平常时袂用放内底啊，真正要开枪是较存入去。较存入去。嘿，加枪的时阵安全观念一定爱有，袂使信心在向别人。哦，袂用去向别人。啊，像你当初向家己这嘛做咸的。哦，向家己伤害啊，你嘛当做咸的。哦。当弹夹，准心嘿，朝前。动作就是两手爱划好掉。划掉，准心在2点的钟。2中。对，瞄头，嘿，扁头10分，瞄遐，这个准心啊，这种叫平行。慢慢啊，靠，唔知。哦，有啊。哦。哎，就是安尼。真正会用枪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紧急的时阵嘛。真正拢无法度的时阵，爱正确大胆的用枪都爱用。对。哎。啊，你敢有用过？到目前为止都我。琴啦，我用过下，然后讲只要开枪，目前未，安尼袂歹，就是未拄到迄个时阵，安尼较好。时机啦，适当的时机大胆用枪。对，我你讲好，适当的时机大胆用枪。哇！歹人一对，我是警察阿狗，歹人莫走，飘。金少阿狗，做人上盖
少来啉茶啦，哎呀，好要泡面啊， Michael 哥，你哪爱啉这泡面啊？泡面啊茶咧啉哦，对咱个胃较好啦，较袂遐糟啊。哦，足清诶。所以我平时拢啉泡面茶。哦，迈克哥哥，哎，做民防组的警察是毋是拢足闲的哈？无咱哪有时间踮遮泡茶咧？哦，无啦，今仔拄啊靠时间啦。哦，平时哦，我咧天灾啦，像啊落大雨啦，做风台啦、地震啦，这拢是阮民防组的业务啦。啊，所以平时我足侪代志要做的。啊，哦，安尼敢袂用带阮去看卖啊？我用搭3工啊。是啊，好啊，行来，好，Go。这是倒位？哦，金少阿甲我咧讲啊，这是咱银武派出所啦吼。我你介绍吼，这是咱银武派出所所长姓廖，啊廖所长。好，所长你好，我是金椒。我是阿嘉。金家您好，啊，那派出所要创啥？啊，今仔日咧风台哦，啊，所以问看咱派出所哦，伊辖区内底有啥物灾情啊吼，互我了解一下。水公路到地下道遮，皆有淹水状况，啊，有边仔中华社区吼，有当时嘛拢有淹水状况。目前哦，我有请阮锁定巡逻的同事吼，过去现场了解一下，然后需要的话，阮会甲有封锁线。所以咱来派出所就是爱了解灾情，啊，搁安怎注意的代志。对，阮银武分局全部交的派出所。第一站我先来这银武所啊了解一下，哦，所长我做一个报告，了后我再做啊全部的准备啊，我来指挥督导。听完所长的报告，才知影风台才拄来，因就已经爱知影管区内底的状况呢。好啊，刷落来就要出任务啊！好，大家加油，注意安全。好。交通规哦，头前有一个副机啊，我加油手啊！哦。麦克哥，为啥迄爱甲封起来啊？啊，即摆伊啊地下道哦，即摆已经积水啊啦，啊，今仔人行过去都很危险啦，啊，所以赶紧来迄个封锁线研究起来。哦，我拄好有看几个哦，不是穿制服的人咧斗相共，伊是啥啊？哦，迄两个哦，迄几个是咱的义警的民防啦，啊，来甲斗处理，因为今仔大家都无闲，啊，派出所今仔迄个警力无够，来斗处理来。啊，为什么日常的宣导甲训练也真重要？对，你看啊，是毋是啊？就马上，若平时若训练了有够，哦，啊，宣导了有够，伊马上就位的话，马上的话就可以处理了。咱若无对Michael哥来，啊，搁真正毋知影，原来风台来进前，民防组警察遮尔无用。麦克哥哥讲，民防组警察平常时拢伫做宣导、维护甲维护较济。毋过若是灾难来，就是民防组警察上无用的时阵哦。所以讲，日常的训练真重要，安尼灾难来的时阵，才袂乱吵吵。这敢是避难所？这看起来就是佚佗的所在啊！哦，阿高，你有所不知啦哦，这较早哦，这个正港的皇宫路啦吼，地下洞啦，就是，嘛即马嘛是咱的见证是嘛避难所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带阮所长哦，啊来介绍咱这个啊这避难所内底的设备、管辖规定无，啊路线，互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你看这个门遮尔啊高，伊唔惊木凿，大家敢知影伊偌重？伊偌重？伊有5000公斤哦。5000公斤的大铁门啊，哎。5000公斤呢？哇，足厉害的呢！哎呀，哎，哦，阿高足好的呢啦，佮走去啊。哦，这高正是蓝毛的，蓝毛高啊。哇，足水的呢！咱来看，这避难所啊，到底有啥物规定啊？这个避难所是日本时代留来，啊，咱的重点就是讲，这个通道一定袂晓有一寡杂物、障碍物把它掉咧，哎，保持对，畅安尼通的。行的时阵较袂去动着。对对对。哎，不过我感觉，哎，像这边啊，像这水族馆的箱啊，敢会影响到？这看是袂啦，因为这个介顺，我看这通道介顺，这检查都 OK 啦。所以Michael哥，这嘛是你检查的。对。哇，那叫你高水哈！阿高，哎呀，哦，你来伫遮啦？我今朝你要甲我惊死哦！
这不是避难所，那跟你好混哈。哈哈，想叫你袂专心听 Michael 哥讲话，不过既然有传统式的避难所，安尼应该嘛有现代化的，唔知影现代化的是做啥款？这大楼是私人的啊，做避难所是因家己管出来的，还是政府规定爱设的啊？哦，即摆政府特别规定哦，所有大楼地下室迄个停车场哦，拢要列入咱避难中心。Michael 哥检查避难所，除了看内底有照明设备、广播设备，甲有漏水还是垃圾，伫出入的所在明显的位置有设置标志。哦，真正有足侪代志爱检查。是的，照明灯伫遐。金少，我看你安尼对着麦克哥哥检查，有真侪所在拢爱注意呢。当年啊检查一摆，都已经真辛苦啊。伊是逐礼拜拢爱出样检查呢。因为避难所真重要啊，灾难发生的时阵，厝内无法度住啊。避难所利用提供咱安心休困的所在，所以讲日常的维护检查一定要做好。我阁知影有一项，日常就是一直要准备的工课哦，就是我伫学校定定拄到的防震演练，这嘛是民防组警察负责的哦。请咧有一个故事要互小朋友来欣赏。各位小朋友，即摆发生7级强烈地震。看小朋友这么认真，我嘛要定定练习，拍落掩护、换好条，地震来的时阵，才会当保护家己。5、4、3、2。阿高拍拍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伫我边啊这位是麦克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哥哥啊，Michael 谢，大家好。麦克哥哥，恁那这哪有遮侪帽啊哈？你是伫卖帽啊哟？无啦，这帽啊拢有故事的啦。哦，像这哈，这黄埔官校这95年的哦，这个高音带高雄市先顶正南宫的每年行老街行老街的时阵哦，迄阵人足济啊，过来千人。哦，堂主啦公主嘛上过这点啦哦，这点冇历史啊啦，10多年啊啦。哇，所以是恁去出任务，咱就讲斗3工，人就会送你帽啊哦。应该是安尼讲啦做一个纪念啦，袂歹。足赞的呢。你记者嘛介好看呢。哇，嘛足歹哦。足棒。对。即摆看遮3连拍哦，来。1、2、3，赞哦。哦，这少年哦，哇！喂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我即马来唱一条歌，恁大家听。夜幕来，好啊，阿高，哦，你唱歌足好听啦，但是Michael哥哥要交代恁两个任务啦任务？包括演习的迄个宣导啦台语的部分啦互咱阿高，我看你台语较好讲。台语。有个就英语版的，互咱金少的。什么是万花演习？万花演习嘛，就是讲若迄个敌机啊，无人机若飞过来时阵哦，放这个防空演习这个警报器这个是万花演习。这万花演习的广告有台文甲英文哦。Michael 哥讲，即摆网络愈来愈发达。无同款的语言，才用甲无同款的族群介绍。毋过阿高，咱敢有法度讲广告，讲好势。伊就后壁写1:30到2:30，什么30分钟。阿高，今朝恁练了安怎样啦？真久啊呢。系啊 ，Michael 哥真有够难的啊。Everybody, I am banana. Southern region, joy. 你咧笑我？就爆开呢。爆开，无你念嘛，无互阿高念啊，伊较厉害。你调一念我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任务分局民防组阿高。是，无唔对。高雄市防阿高，你莫念啊，你嘛是念甲2:26啊，搁加牙笑。对啊，哦，这种歹念的咧。Michael 哥，你敢家己拢会晓？会啦。真的，我是讲好，这张互你。咱人武大社、交情、大水区的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
我是银武分局民防组组长 Michael Sir。咱高雄市防空演习定日这个月下晡1点半到2点实施30分钟的放送人车疏导甲交通的管制。这摆演习放送这个紧急警报声音，长音15秒，低音5秒，音和音之间隔5秒，连续3摆，总共有115秒。咱解除警报声音，长音1声90秒。哇，真厉害的哦！练过几摆，才发现练演习个真正无简单。Michael 哥足厉害，要管的代志踏踏实实，遮尼多，还佫遮尼有热情。不好意思，就问一下吼，你对咱民防组警察啊，有啥物感觉？风台的时阵啊，也是啥物地动的时阵，因拢会出来，维护环境，也是维护秩序啊。船顶盖水灾的时阵啊，因拢风台安尼拢爱南河做水，迄落规箱啊拢落去吼，林多遐拢咧起啊，拢规个拢落落来，大家拢爱装出去，安尼怪甲因斗用安尼。像雨抹去安尼斗用，够辛苦的。咱的灾害吼，若像着动吼，咱民防组就爱出动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对咱的民众吼嘛是较安心啦。你有啥物要干鼓励无？在咱勤务的时阵吼，拢会当注意安全吼。加因的努力安尼。警察加油，辛苦了。警察不要当职业啊，当职业的话做起来会很累。莫讲职业尔，爱当职业。安尼咧做的时候较袂艰苦啊，较会是乐在工作，较会欢喜。听讲你做派出所所长的时阵，足严肃的，嘛袂凊彩甲人讲生笑。像较早我咧做所长，我做所长的话，因为下骹30-40个兄弟，对不对？你所长无法度讲逐工拢爱嘻嘻哈哈，无可能。但是那时候可能严肃有时候今晚你也讲接触到各层面的话，你当然要抱着讲安尼比较大家咧交朋友时，就互人较有迄个亲切感，这一定需要的嘛。欢喜做，当然受啦这是咱做警察的迄个座右铭啦。然后小朋友啊，亲像要做警察，甲恁安尼共款，你有啥物建议要互因？操守品行爱好，无可能讲你做警察是咧掠贼，你袂使做贼。Michael 哥讲，把家己的头路当作职业来打拼，互我真深的感动。做警察上重要就是品行，伫个无同款的位置做适合的代志。平常时看伊泡茶开讲真轻松，风台地动来的时阵，冷静指挥救灾，维护民众的安全。有 Michael 哥伫的所在，都会互大家一种轻松佮安心的感觉。Michael 哥哥，我甲金朝有找到一项礼物，就是合你的，要送互你哦。送我礼物咯有这工具了后呢，继续发挥你的职业啊，搁较侪宣导，较侪人知影。小朋友的话对，向往有机会从事我们警察加入我们的行列。继续加油。